后来，过来是台中市社会局委托天主教圣母基金会设立的亲心家园，专门在收家暴的妇女。但是有妇女来投诉，讲这个早顿是食迄种冰甲甜酷酷的过期的熟胖，甲反乌的香蕉。各方要求要甲手机的资讯总抬掉，讲袂输带你的家甲共款，甚至有人讲甘愿登去互伊的查甫人甲拍，嘛无愿意带你这个所在。家防中心来回应，讲会来检讨，但是绝对无不当的对待。去听报纸真温暖，房间无大间，要过应该有的拢有啊。也有这个电园会使散步休困，这是台中市社会局委托天主教圣母基金会所设立的亲心家园，专门收治被家暴的妇女。要过有人讲早顿这是伫冷冻库内面甜的熟胖，也有反乌的香蕉。吐司啊，一些等等的啊，我最看的就是吐司啊。冰袋冷冻的，那么剥还像冰块这样剥出来的，还用敲的是请他们里面的人工作人员帮忙敲的。台湾人讲政府补助因1天50块餐费，却是食过期的熟胖。生活辅导员佫改有效日期，并且必定要将这手机的资料给删掉。进去里面，我们是要受到关怀的与开导的。为什么要儿子骂他们？应该是保护这妇女的所在，却互因形容是大加工。吐司大概可以保存的期限大概是2到3天。那如果大卖场买回来分装，他们有时候会放到将近有1个礼拜，好，在冷冻库这样来使用。那这个部分确实已经超过了保存期限。那以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餐食的部分，我们确实也认为是过期了。社会局嘛讲，删除手机的资料，包括定位的资料，是为了无要让这个所在被人公开。问今的时间是为了保护这受害妇女，实在的保存方式一定要求庇护场所的管理人员检讨改进。